人像喺度先。好，各位朋友、各位同學，大家晚上好。好快又到咗我哋每逢周二晚上，即係禮拜二晚上10點到10點半呢個師傅在線福利來了呢個環節啦，都係由你哋嘅好朋友許光明老師同你哋一齊進行呢個香港時事玄學評論嘅呢一個環節啊。因為咧，許光明老師咧喺從事呢個玄學呢個行業入邊咧，都從事咗好多年噶啦。啊，分別對於呢個奇門遁甲、法術科儀、陰陽宅風水、八字、紫微斗數等等都有呢個業務嘅。咁我哋喺每個禮拜二晚上10點到10點半咧，舉行呢個香港時事玄學評論咧，係免費宣傳呢個玄學免費又回答各位同學想要求做呢個預測嘅一啲嘢。所以咧，你哋如果認為許光明老師係 OK 嘅，又或者你哋係有啲嘢想預測下嘅，想許光明老師俾翻啲建議俾你哋咧，咁你哋可以聯繫呢個工作人員嘅一啲聯繫方式，咁啊將問題話俾佢聽，同埋你想預測啲乜嘢話俾佢聽，咁咧工作人員咧就會安排我哋喺每個禮拜二晚上咁啊同大家進行呢個講解嘅。希望各位同學揸住呢一種免費嘅又有好處嘅預測又準確嘅咁樣嘅機會啦。咁今晚咧，我哋主要咧係將近排發生嘅啲香港時事揀咗4件咧，咁同大家進行呢個玄學評論嘅。咁第一個就係呢個外賣嘅一啲新聞啊。咁喺香港咧，呢個外賣市場咧都係競爭係好激烈嘅。咁個個喺香港訂呢個外賣嘅時候咧，咁都知道都有好多平台喺度爭緊呢個份額嘅。比如話近排呢個新聞又講咧，呢個外賣平台 Deliveroo 咧，咁就宣布咧，可能4月7號之後咧就撤出香港市場，即係香港其實生存唔到，唯有撤出呢個香港市場。咁呢個消息咧，肯定係好震撼噶啦，因為好多朋友咧都去呢個平台咧落過單嘅，接受過佢哋啲服務嘅。但係點解佢哋會又唔搞咧？或者話搞唔過其他嘅同行咧？係因為喺呢個世界上，其實個個行業都好多人做嘅。依個社會就唔似幾廿年啊！我後生嗰陣時，我今年40幾歲嘛。咁我後生嗰時十幾廿歲嗰陣時，每一個行業就冇咁多競爭對手嘅。依家咧，個個行業都好多競爭對手嘅。包括我哋玄學呢一邊咧，出邊都話個個都係師傅嘅，個個都話佢係大師傅。咁究竟邊個先有料咧？邊個先係扮嘢嘅咧？邊個係堅嘅咧？邊個係流嘅咧？咁隨住時間嘅推移，隨住時間嘅推移，咁有啲冇乜料嘅比較流嘅師傅或者有啲公司咧就會退出呢個行業噶啦。就好似呢個外賣市場咁咁呢個中資外賣巨頭美團旗下嘅 Kita 迅速嘅崛起，咁其呢個 Deliveroo 咧咁就打唔過啦，咁佢就要撤退啦。呢個都好正常一個現象。咁點解人哋可以生存，你又生存唔到咧？咁點解人哋啲員工咁搏命做嘢，咁你集團手下啲員工就要失業咧？其實咧有好多好多係要我哋進行呢個思考嘅，進行呢個思考。但係咧，我哋呢個節目咧係呢個玄學分析嘅一個節目。咁我哋點樣透過呢個現象，用呢個玄學嘅分析，或者用呢個玄學嘅知識去分析呢件事情？當然齋分析對於我哋嚟講都冇乜用。即係我哋意思係透過呢件事情，再透過玄學嘅分析，
點樣先至對我有利呢？我先至從呢個新聞入邊得到啲教訓又好，得到啲經驗又好咧。其實就一句説話嘅，做任何事情，時機同埋自身嘅能力兩者都好緊要。嗱，即係時機同埋自身嘅能力呢兩樣嘢咧，都係好緊要嘅，各位同學。比如話時機係咩意思咧？自身嘅能力係咩意思咧？咁我哋可以用奇門遁甲盤去睇嘅喎。比如話你係想從事一個新嘅行業，又或者你想投資一樣新嘅投資項目，咁我應唔應該從事呢個行業咧？咁我應唔應該投資呢個新嘅項目咧？用奇門遁甲睇一睇啦。比如話喺呢個時間，你突然間係想諗我應唔應該投資呢個行業咧？我應唔應該從事呢個新嘅工作崗位咧？咁喺呢個時間，你嘅心裏邊諗住囉囉攣，就應該開個奇門遁甲盤嚟幫你作出正確嘅決定啦。用呢個時間起到呢個盤之後咧，一般咧日光落宮就代表你自己落喺權宮呢個宮位。咁日光落宮代表你自己，咁呢個宮位咧都係代表你依家嘅能力夠唔夠嘅，你夠唔夠班做呢一行嘅？你夠唔夠料投身呢個新嘅行業咧？係睇日光落宮嘅。咁點樣睇自己先至夠唔夠班咧？就睇呢個日光落宮嘅宮位有冇四害，就咁簡單。如果係你有四害嘅話咧，就證明你唔夠班，你依家嘅能力仲唔匹配做呢件事。你依家嘅準備嘅情況，包括你嘅身體情況、經驗、資金等等，都係唔夠，你未夠班做呢行。所以話咧，日光落宮代表你自己，有四害就代表你能力唔夠，冇四害就代表你能力 OK 嘅。咁時機啲味又點樣睇咧？時機啲味點樣睇咧？咁時機啲咩睇咧？睇時降落宮。時降落宮，比如話呢個案例咁，時降落宮落喺對宮，咁對宮屬金，呢個五行屬金，你自己嘅宮位日光落宮、權宮、五行都屬金，大家都屬金，即係話時降落宮生你呢個時降落宮五行生你或者比和你或者同宮你嘅日光五行，就證明你依家嘅時機做呢件事嘅時機係啱嘅。只不過你自己冇料啫，你自己嘅能力匹配啫，先導致失敗嘅。就好似依家香港市場呢個外賣市場有人幫你配送外賣出去，有人送嘢到你屋企門口，呢個行業係啱啱興起嘅，係香港市場係需要呢個行業嘅，需要有人送嘢上門。時機係好，市場係需要，所以咧你自己嘅自身能力就要夠勁。如果你唔夠勁，學似呢個案例咁，你又扶唔起嘅阿斗，爛泥扶唔上壁所以碰到呢種情況咧，你自己就要小心啦。時機非常好，自己冇料到所以要加強自己嘅能力。如果公司咧咁加強自己嘅管理能力啦，成本控制能力啦，同埋銷售能力啦，又或者財務資金嘅一啲能力咧，你自己就要去諗計噶啦。如果唔係，就會眼白白睇到咁好嘅市場，自己又食唔到，咁就好嘥。明唔明？各位同學、各位朋友咁樣嘅分析 O 唔 OK？你哋遇到具體嘅呢種情況，會唔會咁樣分析咧？我都希望你哋要學似我咁樣分析，實冇錯嘅。好，我哋再睇翻一個新嘅案例，即係呢個係一個朋友嚟提問啊，你哋都可以提問啊，各位同學，你哋都可以提問，有任何嘅疑問，你哋都可以問。咁我咧都會幫你哋喺每個禮拜二晚上10點鐘呢個師傅在線福利來了，因為俾福利你噶嘛，免費同你哋做預測，同埋免費俾啲正確嘅建議
俾到大家嘅。啊咁呢係一個女嘅人嚟問問題咁揾到我嚟問嘅即係面對面嚟問咁喺呢個時間佢揾到我嚟問，佢想問幾個問題。第一個想轉工，下一份工好唔好？什麼時候會發生？有咩好嘅？即係想轉工，想轉工點樣睇呢？奇門遁甲永遠都係有一個不變嘅方法。第一個日光落宮代表你自己，日光落宮代表你自己，你自己呢個宮位如果冇四害咧，代表你依家嘅運氣唔錯嘅啊，運氣比較好啊。咁啊，時降落宮咧就代表呢個時機啊。如果時降落宮生比和同宮，你日光落宮嘅咧，其實你作乜決定都啱嘅做乜決定都啱嘅。但係呢一個案例，佢想轉工，呢個時機好唔好咧？唔好，呢個時機係沖克佢，係沖克佢。所以咧，想轉工，下一份工好唔好咧？冇必要轉啊，冇必要轉啊，時機唔啱，過一排先啦，過一排先啦。咁一般要過到幾時咧？你睇翻呢度，咁依家係幾時啊？依家係卯月，卯月就落喺呢度呢個子丑寅卯，卯月落喺呢度。咁到咗邊一個月份，呢個時降落宮先至對你產生唔到沖克咧？當你嘅月份去到農曆5月嘅時候，當你嘅時間去到農曆五月嘅時候，你係反過嚟克呢個時降。咁呢個時候即係話農曆5月開始，你再去諗轉工嘅嘢，會更加有着數。又或者依家先穩住先揾到確實係好嘅先至去做。但係咧，最好嘅工作按呢個預測嚟睇咧，都係農曆五月過後先至會有最好嘅工作。你話依家先穩住先唔使急。OK，好，第二個問題。現在呢份工同埋上司以及同事合作方面要注意啲乜嘢？我哋睇翻呢個講人與人嘅關係同上司同埋同事仲有一個佢自己即係三方面嘅關係會係點呢？我哋睇翻日光落宮代表自己，同事咧係己土落宮，月光代表同事係己土落宮。老細咧上司咧係年降落宮，落喺呢度。咁我哋睇到啲咩嘢咧？自己落喺震宮係屬木嘅，啲同事落喺震宮又係屬木嘅。咁大家都屬木，呢叫比和嘅關係。比和嘅關係反映喺人際關係係咩意思咧？即係大家都幾和和氣氣嘅大家都幾和氣嘅呢個第一個。同事之間大家都幾和氣，但係咧你睇翻日光落宮震宮呢個庚金同埋丙火加埋個癸水，再睇翻月降落宮代表同事呢個己土乙木加埋辛金，呢6個符號冇一個係一樣，呢6個符號係唔一樣，即係證明咧同事同埋同事之間雖然係比較和氣比較和，但係互相溝通咧互相了解咧係比較少嘅即係合作方面互相了解方面係唔夠嘅係唔夠嘅。咁你要同同事要合作要注意啲咩嘢？大家要多啲了解，多啲共同嘅語言，多啲溝通，而唔係表面上嘅和和氣氣。咁老細落喺呢度，落喺權宮屬金，係克佢哋。老細克佢哋就咩意思啊？日日盯住呢班員工，日日夾住呢班員工，驚死呢班員工會偷懶
老細會唔會炒人？實炒人啦。呢個係老細，boss 啊嘛。呢個宮位屬金啊，你嘅宮位屬木，佢嘅宮位又屬木，呢兩個宮位都屬黑嘅、沖嘅，咁佢會炒咩人啊？會炒咩人啊？呢個宮位臨直符，呢個就管理級嘅人物，會唔會炒？會。呢個咧，臨騰蛇加己土加業木天心星死門，呢啲係一般員工，即係被管理嘅員工，會唔會炒？會，會炒，都會炒，但係炒得最多嘅係咩人？一般員工炒得最多，因為老細係衝呢度嘅，衝呢個一般員工呢個工位嘅，而係克呢個管理者崗位呢個工位。嗱，所以咧，老細會炒，都會炒，每個級別嘅人都會炒，但係屬於管理級別嘅唔使太過擔心。但係作為一般員工嘅，基本上就冇得玩噶啦。啊，希望呢位女性朋友咧要注意啦。你睇下你係咩情況咁作出自己嘅一啲對應。呢個對應其實如果你喺呢個位置，你同你老細又係冇乜點溝通嘅啫噃，多啲同老細溝通啦，多啲同老細講出你嘅諗法啦。你只要肯講出你嘅諗法，實冇問題，老細實中意你。OK，好，我哋再講翻另外一單新聞又假結婚呢啲嘢又假結婚因為香港呢個身份咧有冇好處咧？梗有好處啦，個個都知噶啦。喺香港啊啲子女嘅教育稅務出行事業發展嘅機會都好多嘅比內地好多人都有好多機會比嗰啲東南亞嗰啲國家嘅人都有好多機會所以咧喺香港咧，因為太多機會啦只要有香港身份咧。就有好多優勢嘅，所以好多人都想有一個香港嘅身份，但係咧就好多人就會用假結婚呢種唔道德甚至違法犯罪嘅呢種手段咧取得呢個永久居留權。我哋應該點樣去避免，或者點樣去發現一個人對你唔係真心？比如話你識得條女，識得條仔都拍咗拖一段時間你又想同佢拉埋天窗，咁你自己要注意係乜嘢咧？婚後對方係唔係真心實意同你一齊過生活嘅先，定係揾你過橋嘅先？呢個要諗計噶嘛，啱唔啱？如果唔係，佢淨係諗住同你結婚係諗住同你過橋嘅利用你呢個身份嘅咁你可能就要非常之小心啦。如果唔係咧，其實有可能人財兩空咁點樣去睇咧？其實都有好多辦法嘅有好多辦法嘅最好最直接嘅方法係乜嘢咧？最好最直接嘅方法係乜嘢咧？就係用奇門遁甲盤去睇啦，睇一睇預測下婚後雙方嘅關係係咪會融洽咧？如果你做預測嘅時候，你發覺呢個雙方嘅婚後嘅關係唔會融洽嘅，咁你就要提前做好預防啦。比如話，提前大家要溝通好啦，結婚之後有啲工作應該點樣分擔啦，有啲財務嘅狀況應該點樣去分擔啦，等等呢啲係要去諗計嘅，因為成年人你唔好認為呢條女好靚嗰條仔好勁咁就同你結婚嘅，你結婚要諗好多嘢嘅，要考慮好多嘢嘅，啱唔啱先？所以係有呢個必要噶，各位同學。咁點樣去睇咧？又係用奇門遁甲睇就得噶啦。比如話你同對方已經準備結婚啦，咁應唔應該同佢結咧？其實都有辦法嘅。你就睇呢個六合落宮，就睇呢個六合落宮。
如果六合落宮落嘅宮位咧冇四害啊，基本上咧結婚都冇問題嘅。咁有四害咧就要小心啲啦。四害越多，婚後嘅生活就越艱難；四害越多，婚後嘅關係就會越慘淡啊，或者婚後嘅關係就會越差。好似呢個案例咁啊，如果你用呢個時間去做預測啊，你起出呢個盤，你起出呢個奇門遁甲盤，你一睇呢個六合落宮，話落喺巽宮，而且咧呢個巽宮咧有好多四害嘅喎，又門逼，又入墓，又激刑，又入墓，呢個四害係咪多到不得了？四害越多，代表婚後嘅關係、婚後嘅生活越麻煩。咁你就要考慮下啦，對方同你結合係咪有啲其他不正當嘅目的嘅咧？啊，呢個時候咧你就要去考慮啊，通過一啲其他嘅渠道去諗清楚，通過啲其他嘅渠道去調查清楚對方究竟係個咩人，你先慢慢去接納佢。如果唔係咧，就唔結好過結啊。所以話奇門遁甲乜都可以出，奇門遁甲乜都可以出啊。所以有機會咧，你哋跟住許光明老師學奇門遁甲嘅咧，一定要俾心機學，而且咧，我可以保證你哋。許光明老師教奇門遁甲又好，或者教其他嘅風水啊又好，或者教法術科儀又好，唔會似其他嘅師傅老師咁樣嘅，教你一年兩年，你都識唔到幾多嘢嘅。我就係教3-5日，我就乜都教識俾你，用3-5日嘅時間，全部教晒俾你哋。啊，唔會揼波鐘，又唔會喺度吹水啊。OK，好，再睇下邊一個新聞啊。琴日啦，琴晚啦，啊，好突發嘅，亞洲前首富、香港地產之王啊，李兆基先生就去世啦。咁啊，享年啊97歲。啊，咁啊，聽到呢個信息咧，啊消息咧，咁大家都好傷心嘅嚇。咁啊，希望咧呢個死者啊安息啦嚇。咁其實咧呢個新聞咧，對於我哋普通人嚟講啊，又冇乜作用嘅啊。比如話關我哋有咩事咧？啊？冇乜，對於我哋嚟講冇乜關係嘅，只不過我攞出嚟咧係同大家去分享係乜嘢咧？係要同大家分享分析嘅係乜嘢咧？係呢個係呢一個嘢。點解呢啲老人家以前啊咁艱難都可以活到差唔多成100歲啊？點解依家嘅人好多人咧，淨係活到60-70歲就瓜咗老襯咧？點解咧？其實咧奇門遁甲都可以話俾我哋聽。如果你識得用奇門遁甲睇一個人嘅長唔長命啊，可以睇得到出嚟嘅。當然咧，具體睇到幾多歲咧，咁你就要考下你啲能力啦。但係大概睇佢長唔長命，定係短命種，係睇得到出嚟嘅。比如好似呢個案例咁啦，如果有個 BB 或者有個人佢出世嘅時間係呢一個。你用呢一個時間用呢一個出世時間起出呢個奇門遁甲盤，因為日光落宮咧代表乜嘢啊？日光落宮代表乜嘢啊？代表佢本人。如果日光落宮呢個宮位有四害，就基本上話俾你聽，呢個人身體唔算係太好啊，身體唔算係太好，呢個第一個，呢個第一個要睇嘅，第一個要睇嘅。第二個身體唔算係幾好，會唔會攞佢命咧？睇天瑞星落宮，睇呢個宮位嘅落宮。如果呢個宮位嘅落宮又有四害咧，甚至呢個四害好鬼多咧，好似呢個案例咁咧，咁啊第二個條件話俾你聽，佢啲病痛，佢身體唔好，呢啲病痛分分鐘會攞佢命。所以咧，如果你係患上咗呢啲病痛，你又唔及時去醫治嘅話咧，拖拖下嘅話咧，哦好玩完就係咁樣嚟嘅。就睇呢兩個條件，第一個日光落宮有冇四害，有四害代表身體就唔算係幾好噶啦。再睇天瑞星落宮有冇四害，天瑞星落宮有四害，而且四害越多，你話俾你聽，你身體上啲毛病分分鐘會攞你命嘅。如果你唔小心
拖住唔治療，冇得玩噶啦。哈，奇門遁甲乜都可以測啊，奇門遁甲乜都可以測啊。我哋喺下一期咧，除咗講奇門遁甲，再講埋啲風水俾你睇啊。玄學用風水嚟評論呢啲時事都 OK。好，我哋再嚟睇最後一個新聞啦嚇。真假難辨，註冊空殼公司，偽裝進口品牌，糖果啊變神藥，你睇呢啲嘢，呢啲唔係進口嘅，大部分都係咩啊？大部分都係喺香港註冊嘅一啲藥品嘅空殼公司，係用國產藥代替進口藥。好似呢個有啲品牌咧，香港大藥房唔係港產藥嘅品牌，所以好多時候咧，我哋喺香港買藥啊，特別係買啲保健品啊，你自己要小心啲，一定要搞清楚呢啲品牌嘅嘢，第一個堅唔堅一定要堅嘅。第二個，佢呢啲宣傳咧有冇作大我哋出嚟行好多時候咧都會同人哋合夥啊，合夥做生意合夥搞投資合夥搞項目咁好多時候咧有啲人就會作大嘅，又話自己識得李嘉誠又話自己係李兆基嘅契仔等等等都有嘅。早排仲有人扮特首發行呢啲代幣，係咪先？仲記唔記得嗰個新聞即係好多時候我話俾你聽，你有人同你合夥，或者你想同人哋合夥，或者拍檔做啲乜嘢都好，你一定要搞清楚對方究竟係個咩人，對方係呢個人係對你好嘅人咧，定係想謀你家產攞你命嘅人，一定要搞清楚。點樣去搞清楚咧？你同呢個人傾偈，你同呢個人見面，要同佢傾偈，喺傾偈當中一定要了解佢，一定要觀察呢個人啲眼神動作語氣同埋通過傾偈咧，慢慢去接觸呢個人咁然後咧再偷偷地當住佢個面，用奇門遁甲盤起一個局，日光落宮就代表你自己日光落宮就代表你自己，你係落喺權宮，月光落宮咧就代表對方啦。咁如果對方個宮位係沖克你嘅宮位嘅話咧，唔好意思，呢個人咧同你合作係準備謀你嘅家產嘅，或者謀你條命，攞你命就唔合作得嘅，就唔合作得嘅特別好似呢啲假藥咁，如果你唔小心係代理咗啲品牌，咁就大鑊花咗100幾十萬甚至幾百萬去代理呢啲嘢，咁咪大鑊，擺大鑊都冇咁大鑊所以記住，同人哋合夥，呢個人可唔可以同佢合夥，可唔可以同佢做 partner，起個奇門遁甲盤睇啦。如果對方個宮位係沖克你自己宮位嘅，打死都唔好同佢合作，就咁簡單OK 咁時間好快，半個鐘頭呢個分享嘅時間又到啦咁呢個師傅在線福利來了，記住每個禮拜二晚上10點到10點半都會準時喺線上同大家進行見面嘅。咁大家有啲咩問題要問嘅咧，聯繫呢啲工作人員嘅工作方式，將你哋嘅問題提出嚟，咁許光明老師咧會竭盡所能將我嘅預測嘅結果同埋我嘅改善嘅方法免費話俾大家聽。希望各位同學同埋各位朋友多啲支持多啲將呢個廣告宣揚出去。多謝你哋，我哋下個禮拜見，拜拜。